啱啱睇到川普發文啊，佢有一個提案咧，就係話嚴禁美國嘅銀行嘅信用卡去宰割美國嘅民眾。咁佢就係話，依家美國嘅信用卡嘅利率咧，可以去到20-30%，咁樣係對美國民眾嘅一種宰割。所以佢咧就要求係將美國嘅信用卡利率上限封頂到10%，為期1年。咁個執行時間咧係1月20號。咁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政策，因為點講咧？對於美國嘅民眾嚟講，佢哋大部分咧都係有超前消費咁樣嘅概念。當然對我冇乜作用係嘛？一般我唔會超前消費，但係美國好多人都會超前消費，佢哋有咁嘅消費嘅習慣。咁如果你嘅信用卡嘅利率過高嘅時候，的而且確佢哋會對美國嘅底層嘅民眾造成好大嘅生活壓力，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提案非常之好。